先生想揾牆磚定地磚啊？相信大家喺揀瓷磚嘅時候咧，都聽過瓷磚公司嘅同事咧就咁樣問你，係咪以為牆磚同地磚其實一定係兩隻磚呢？高級嘅流行設計入邊咧，牆同地磚咧其實好多時係一款磚嚟嘅，牆身嘅磚又可以做喺地下，地下又可以做喺牆身。究竟點樣去揀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to 嘅 Matthew。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揀瓷磚有咩注意啦，點樣避一避伏啦。大家咧要記住一個鐵律，就係地磚咧就可以上牆，但傳統高級水率嘅陶質瓷磚咧就唔可以擺喺地，因為佢係吸水率高、密度低、唔夠硬淨。當你擺喺地下嘅時候咧，好容易踩爆啦、踩花啦。如果你想牆同地選用同一款瓷磚追通晒佢咧，可以揀一啲高質量嘅地磚去追埋上牆，咁就可以同一款磚做晒牆同地啦。點解設計師咁推崇牆地一體化？因為當你由地下一直延伸同一款材質上牆身，冇咗生硬嘅界線，空間感就會瞬間放大，有一種5星級酒店嘅奢華感。而要做到呢個完美效果 ，Kito 嘅高密度大板瓷磚就係最佳選擇。佢唔單止硬度夠、防污強，而且大尺寸小接縫，可以將一體成型嘅美感發揮到極致。例如萊姆石系列就係今年詢問度比較高嘅款式。提提你，因為呢類高級地磚吸水率極低，師傅將佢鋪上牆嗰陣，千祈唔好用傳統英泥，一定要用專業嘅瓷磚膠，咁先夠穩陣，唔會跌落嚟。如果唔想買磚中伏，帶埋你單位嘅圖則嚟我哋嘅旺角 showroom 揾我 Matthew， 我哋會為你準備一個牆地一體化嘅方案，幫你揾到合適你單位嘅瓷磚。下集見，拜拜。